根据疫情指挥中心推估，BA.5疫情可能在8月底，也就是9月初开始升温。面对这波疫情 ，Spencer 智能生意董事长王冠斌在议员参选人童晓云的引荐，特别联合德宝生态科技董事长林满足，做伙发起关键医疗物资的行动，希望将这波防疫利器送到每一个弱势角落。在面对9月的新的疫情的开始，甚至10月，是不是会有疫情的更严峻的可能？我们很期待在这一次能够唤醒大家对疫情的重视跟了解。我们也非常的希望，社会各界也能够在这一波疫情下，借助所有的不管政府单位、民意代表，还有各地方的善心人士，能够一起来为市民的健康来做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帮忙。王董事长这次的抛砖引玉，让我们党部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也可以接受这个物资的捐赠，也谢谢他。因为长期我认识王董已经大概3年多，在长期他都一直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王董事长真的非常敬佩的地方。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林进旺特别感谢 Spencer 智能生意抛砖引玉，甲国民党做伙携手抗疫，扩大关怀。本次呢，他很乐意呢，把他的捐赠的一些医疗器材呢，来让国民党有这个机会来参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捐赠工作。我们特别感谢王董事长，在他的企业成功的时候，能够想到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有很多大家呢共襄盛举抛砖引玉，让我们的社会呢更和谐，让我们需要一些资源的人呢，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些企业家的温暖。童晓云表示，台湾社会有无同的需求，服务团队愿将公益对象扩大到需要关怀各项事务顶面，帮助更多需要协助的弱势家庭以及民众。而伊也将会持续整合民间资源，帮助更多弱势族群。除了再次向 Spencer 智能生意表达感谢，也呼吁市民留意自身健康，一同平安度过疫情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